開心咧，我就會食杯雪糕，咁所有煩惱咧就會忘記晒㗎啦。呢個就係我覺得開心快樂嘅事啦。我係一個照顧者，我照顧我先生，我最中意就係飲嘢食嘢㗎啦。食咗嘢之後同埋飲咗嘢之後咧，我會更加充沛體力，更加有精神有魄力嚟照顧佢。所以咧，覺得自己幸福嗰陣時候咧，就係最開心嘅時候，就係食嘢同飲嘢嘅。各位早晨，我咧就主要感受就係每一日精精神神咁起到身，然後去食一個早餐，咁我就已經好開心噶啦。我照顧嘅咧係我妹妹嚟嘅，咁我同佢咧就大家成績都相近，所以都生活得幾開心。最開心咧就係同佢去飲下茶啊，行下商場啊咁樣。咁去飲茶咧，大家都係中意食啲冇咁肥膩嘅嘢啦，好似蒸飯啦、腸粉啦，或者燒賣啊、牛肉啊呢啲係比較容易消化嘅，咁係我哋最開心嘅時候啦。你食呢啲印尼餐廳嘅時候啊，譬如嗰啲沙爹啊，嗰啲印尼餸咧，都俾我開闊咗啲眼界嘅，即係啲食物都好食啦。咁我又覺得俾自己一個好大嘅動力，就係個人唔使即係好似有少少旅遊 feel 啦，又唔需要去清潔廚房洗碗。我係一個照顧者，照顧咧就好吃力嘅。當我覺得辛苦嘅時候咧，我就走去公園行一個圈，或者去餐廳飲杯奶茶。呢啲係我本人咧一種確幸嘅。大家好啊！我同我老公咧間唔時都會玩健身球同埋橡筋帶。呢個過程我好開心，我哋覺得咧可以增加我哋嘅親密感，呢一個就係我嘅小確幸啦。見到媽咪肯食嘢，又肯出街，證明佢一切都個身體 OK，佢先會咁樣諗。最中意去社區中心參加活動，咁有人幫我睇住我媽，我就全程投入去參加活動，咁就放鬆心情。就係平時生活中覺得好開心、好幸福嘅事。加油！嗱，我去舒緩壓力咧，就我嘅興趣咧就要做手袋啦，呢兩個手袋啦，做咗之後咧，個人開心啲，放鬆咗自己。喺呢段時間之中咧，我每朝早咧都會有個晨運嘅習慣嘅。而且喺每一個生活習慣之中咧，我每日都有抽啲時間咧落街度咧行一行咧，就放鬆下我自己嘅心情。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而家一路以嚟一個身體咧都 keep 得幾好，所以亦都有能力咧去照顧我嘅太太。作為一個照顧者咧，每日都要面對住好多壓力同埋挑戰嘅。但係我參加咗中心嘅老者活動，俾我有更多嘅支持同埋鼓勵，俾我感受到關懷同埋正能量，活在當下，明天更好。我哋參加呢個中心呢個活動咧，就本身嘅活動嘅豐富多彩，使我哋咧由唔開心嘅嘢都全部忘記都係。就我識咗個中心入邊識多咗好多人，開咗眼界，擴寬咗社交，就並且喺中心入邊咧學識咗感恩、包容、互相照顧。照顧嘅過程中，我都有屬於自己護老嘅小確幸。平時我都會參加中心搞嘅活動，除咗喺中心識到啲好朋友，會約自己啲朋友同教友去旅行。呢啲活動唔止令我好開心，仲幫我喺照顧伴侶嘅路上更加有力量同行。咪就係陪住佢食嘢，見佢有胃口啦，食得好開心啦，
咁佢冇乜特別嘅病啊，或者就會好開心咯。落去中心嗰度咧，參加下嗰啲小興趣小組咧，咁啊成班人一齊嘻嘻哈哈玩，上完堂咧覺得好輕鬆，個人好舒服㗎。我叫美華，好開心喺中心學到好多護老嘅常識、手工藝同埋運動，認識好多朋友，一齊傾下偈，了解大家嘅困難，抒發下情緒，會增加自信心同埋滿足感。我推住我媽媽上巴士，讓佢再能夠接觸到外面嘅世界。我見到佢好開心，我亦都好開心。因而我亦都可以繼續照顧同埋陪伴佢，我能夠貢獻到我自己，我覺得自己好幸福。Hi， 我係阿晶啊！我而家咧照顧緊98歲腦退化中後期嘅媽媽。不過咧，我喺照顧之餘咧，我都會抽啲 me time 嘅時間㗎，參加下中心嘅活動啦。咁咧就同路人咧，大家互相咁慰問關心下，放鬆下自己。咁咧，所以你哋咧都唔好收埋自己啊，要多啲參加中心嘅活動，放鬆下，減下壓，就努力啊，加油！耶！大家好，我係愛媛啊！我咧經常咧都好中意嚟中心嗰度咧學下啲活動啊，好多同學㗎，好開心㗎。希望大家都好似我一樣努力，加油！中心有個叫歐式班嘅，我覺得幾好，可以抽1個鐘頭時間輕鬆下自己，唔使喺屋企嗰種壓力喺度咯嚇。其實都係一個小學項嚟嘅，咁就因為一嚟可以重溫啦，年輕時候學嘅嘢啦，二嚟就係可以靜夠一段時間，可以靜心下自己，開心又可以學到嘢，係咯。我係教細分參加咗呢布袋球啊、板羽球，帶媽媽去，阿媽開心咗，精神咗，都幾好玩。阿媽好唔好玩啊？好。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